主后2024年3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耶稣的质问。圣经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8章第10节到38节。然后随时甲耶稣上船去大马努他的境内，一寡法利赛派的人来找耶稣，甲伊辩论，因想要甲伊试探，要求伊行对天来的新约。耶稣对心底吐一个大气，讲：是安怎即世代的人求新约？我实在甲恁讲，袂阁有新约互即世代的人。伊就离开因，阁上船过去湖的迄边岸。门徒袂记得带饼，不过因伫船内有一个饼。耶稣甲因警告，着注意，着提防法利赛派的教甲希律的教。门徒互相议论讲，是因为咱无饼是无？耶稣知影就甲因讲：恁是安怎伫议论无带饼的代志？恁敢也无了解，也无明白，恁的心敢遐尼钝？恁有目睭敢无看见？恁有耳孔敢无听见？恁敢袂记得我掰5个饼互5000人食的时，食剩的幼虱仔，恁有捡满几篮？因讲12篮。耶稣阁问：我掰7个饼互4000人食的时，食剩的碎屑仔，恁有捡几篮？因讲7篮。耶稣就甲因讲：安尼，恁敢还无明白？耶稣甲门徒来到伯赛大，有人带一个盲人来耶稣遐，恳求耶稣甲伊摸。耶稣牵迄个盲人的手，带伊出去庄外，然后将喙烂配伫伊的目睭，搁用双手甲伊摸，问讲：你有看到甚物？伊举头起来看，讲：我看到人，看起来亲像树仔伫行来行去。耶稣搁一遍用双手摸伊的目睭，伊仔细看，视力就复原，逐项拢看甲真清楚。耶稣叫伊转去因兜，甲伊讲：你连庄内都毋通入去。耶稣甲伊的门徒去凯撒利亚腓立比附近的乡村，伫路中，伊问因讲：人讲我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先知中的一个。耶稣阁问因讲：恁讲我是甚物人？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。耶稣命令因千万毋通对人讲起伊的代志。耶稣开始教示门徒讲：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互长老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拒绝，阁互人害死，第3日阁活。伊将即个代志清清楚楚甲因讲。彼得就求耶稣去边仔，甲伊责备。耶稣活过来看门徒，责备彼得讲：撒旦闪开！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，是人的事。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活来，对因讲：要缀我的人，着完全否定家己，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甚物利益？
人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伫即个淫乱邪恶的世代，人若因为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，人子伫伊的爸的荣光中，甲圣天使来临的时，嘛会因为伊感觉见笑。耶稣的质问，马可福音第8章21节记载，耶稣就甲因讲：安尼恁咸犹无明白？文中的安尼是上契下的连接词。原来，伫耶稣质问门徒以前，发生耶稣无爱往法利赛派的人行新约，和经过门徒着提防法利赛派的人甲希律的教母事件。希律的教母是指希律王对施洗者约翰警戒伊占兄弟的某的罪，不但无悔改，阁斩掉约翰的头。法利赛派的人的教母是指法利赛派的人罔顾接受人的传统，却毋遵守上帝的诫命。希律和法利赛派的人毋愿悔改，也无用和信心相符合的行动回应施洗者约翰和耶稣所传的福音。对伫遮个门徒却一丝仔也未明白。参与撰写28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的国史馆馆长陈义清指出，1947年来台湾参与镇压的福建宪兵甲21师军队，拢是受蒋介石掌控。伊对即个事件难辞其咎。2023年，蒋介石的孙蒋万安首次用台北市长身份参加28纪念活动。往年甲台北市府合办活动的台湾国家联盟社团宣布退出，直言多数受害者家属无法度和加害者的后代同台。对于即个蒋万安敢若像坦然面对，用心倾听。关于伊阿公的历史定位，也敢若讲历史归历史。身为首都市长的蒋介后代，本有更较侪机会争取受害者遗族的谅解，不过家属却感受袂到伊真诚的道歉。拄亲像希律的教母，若无心正视罪行，改过迁善，就会阻挡历史伤口的修复，搁妨碍用信心建立公义甲慈爱的上帝国之实现。门徒未明白耶稣为甚物爱因防范希律甲法利赛派的人的教母，因了做是因为因无带饼，耶稣才讲即个话。无久以前，因才见证耶稣用几块饼、几尾鱼仔，分别予5000人和4000人食饱的神迹，到搭却咬地议论无够额的饼。门徒甲耶稣同在，早就见证神迹和上帝国的临在，总是因的眼目所看的，却是一般的俗事。袂当亲身经历耶稣已经带来上帝国，无怪耶稣会质问因讲：安尼恁咸犹无明白？基督徒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，互福音透过教会对耶路撒冷开始，一直传到地极。福音对人子开展到世界逐所在，这减毋是新约。耶稣的质问促使咱反思，是毋是甲门徒相款，眼光看袂远，看如俗事，煞看袂见上帝国？是毋是对世事真相欠缺理解力，无法度对自身甲耶稣同在的生命得到正确的结论？耶稣的质问
是为要互人得到会当进入上帝国的性命。拄亲像35节记载耶稣讲的，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为救着性命。主耶稣邀请咱，伫即个世界会当正确辨认上帝的国度，怀抱信心，为着这拍拼，甲主做伙为福音付出代价，也做伙得到性命。默想，要安怎辨明防止有权力的政治领袖、宗教领袖犯错却毋愿意改过的假冒？我是毋是用信心听候上帝国的降临？要安怎辨明防止有权力的政治领袖、宗教领袖犯错却毋愿意改过的假冒？我是毋是用信心听候上帝国的降临？做伙来祈祷，恳求圣神带领教会，带领我活出见证上帝国福音的生命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